48岁女星钟丽缇日前在微博写下，带家人去苏梅岛进行排毒疗程，连续11天只喝油，很多毒素就都排出来了，引起不少网友存疑。还有医师跳出来很吐槽。今天她的老公张伦硕发文护妻，表示都怪我们说话不严谨，是断食的感受，不小心说成疗效了。钟丽缇28日在微博上晒出许多度假美照，除了有她与家人的合照外，还有她与公婆人手拿着一大瓶金黄色的油。她发文透露，这趟苏梅岛之旅是带长辈们来排毒，11天里我们只喝油，很多毒素都排出来了，像糖尿病、高血压，还呼吁大家可以一起去尝试。不少网友看了以后，对这个排毒法都抱持存疑。有人说他被洗脑了，没文化真可怕，连明星都信。拥有5万个在线医师的医疗咨询账号，丁香医生也很吐槽，排毒最后真正排掉的，大概只有钱包里的钱了。老公张伦硕3日为老婆发声，表示都怪我们说话不严谨，本来只是说断食的感受，不小心说成疗效，希望平息风波。小儿科医师林英然，人类需要糖分、蛋白质、脂肪这3种营养素，你不能只纯粹喝油脂，纯粹喝油脂你身体会发生问题。如果是要吃油，就尽量以植物性的油吃比较好。因为它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。医师建议，虽然多食用油，胆囊会急剧收缩，以便挤出储存在胆囊中的胆汁，但也不代表能完全避免胆结石。尤其如果连续11天只喝油，更会营养不均衡。民众在参加疗程之前，一定要多了解，勿盲从跟随，以免坏了身体。